优雅台语水，上界好听是台语。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互你听个上欢喜。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我是当牛，我是阿正，是阿正先来今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什么趣味的咧？咱来讲一个抽猪母水。这我捌听过。你好，是安怎讲？因为我知影讲抽猪母水，就是比如讲。迄个恁兜若是无生查某囝，伫较古早啦吼，无生无生后生，吼，迄查某囝话就讲爱用招的对吧？啊，是毋是招的来的时阵，老生后生就爱缀一个从母姓，啊，这就是叫抽猪母水对吧？啊，是安那毋是抽猪公？你是讲现在无会抽个猪膏水？我猪膏我知影是啥物啦，因为以前我捌听过人讲看猪膏的啦吼，我知影迄阵啊看猪膏。有这行业啊？有啊，而且这个行业，通常这个行业是伫较价赚的，就是人会感觉讲，迄看猪膏的啦吼，就是你买了看起来，就是感觉讲表示咱可能看迄个行业较较无点一寡寡对吧？吼，啊对啊，是安那，毋过。佮看那讲嘛是猪膏，人迄嘛是足大只，足有代志。啊，现在是猪母，啊，毋是查甫会登去吗？所以袂使看袂起看猪膏呢。心情一领乌加西，搬山过岭要找车。有人讲我风流客啊，趁钱要饲主人家。哎呦！凊彩讲一个倒一句呢吼，你就是讲看猪膏的心声。哦，是哦，好，爱甲老师带回来吼，老师其实你若要跟老师开讲吼，老师现在就这物件会当一直源源不断吼，愈久你会感觉老师今天是愈感觉伊是一个宝山吼，是，所以老师对啊，佮讲回来，是安那毋是主公，是安那是猪母，你讲抽猪母水，你知影嘛吼？嘿对。啊，但是咱进一步问讲，啊是安那会用抽这猪母水，那无讲抽鸡母水，还是抽什么水？那特别讲猪母水吼。咱今日来讲这个迄个道理好嘛？从伊背后伊这个文化所要表达的。是。啊，你咧讲这进程吼，咱先来，因为这抽猪母水，这离咱传统的社会来讲，是一个足敏感的代志。对。啊，所以我先来讲一个过去的一个例好无？好。这抽猪母水吼，伫咱传统的这个婚姻内底有一个暗示呢。讲传统的社会吼，提亲的礼尚吼，敢是有所谓的早期啦吼，即摆当然无啊啦吼，什么大订啦、小订哦，对，我搁听过暗订对吧？搁暗订对，嘿，啊讲吼，查甫查某双方在小订的时阵，这查甫的吼，安那呢？爱早一只太好的专滴。啊，若无吼，至少爱有一个迄个猪后腿，人讲火腿类对啦，对，叫大家来送互查某这边啦，女方啦，当然这是传统的这风俗啦，是。啊，查某的吼，这边吼，一旦啊将这个收落来收落来，迄个咱定咧讲的吼，早期吼，这个平埔族来讲，会成袂成，槟榔都进前。迄槟榔啦收落来就 OK 啊！真的哦，啊是共款，啊这较属于汉人的吼，就讲吼，这个猪后腿，也是讲一规只猪哦，你查某这边来甲收咧落来吼，就表示安那呢？表示婚恋呢已经 OK， 就是订，就是讲系订，就订，啊这叫小订，不过重点来哦，这个时阵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呢。查甫的这边，男方这边呢，无论如何，一定爱将猪骨头炸掉。就讲吼，皮互你食，肉互你食袂要紧，但是尾迄骨头吼，阮爱炸掉的。是安怎？这趣味就是伫遮啦吼。骨头是阮的。有暗示说骨肉是阮的安尼吗？骨头是阮的吼，啊，所以的确一定爱炸掉伊。啊，这个礼俗啊，是暗示安那呢？暗时讲吼，日后呢，查某的这边你若嫁过来，万一也是一旦呢，恁查某的女方的后头厝无人烫香火，烫香烟，烫香火，恁是袂当甲查甫男方呢要求抽猪母水。因为这骨头吼是阮的吼，是阮的吼。就是咱讲国语讲骨肉啦吼，就是以后后代这是阮的啦。肉里边啊，骨阮的，因为骨吼是最后嘛，最后剩的就是骨嘛，吼啊，就是要传香火嘛吼。因此呢，伫这个订婚礼小订礼俗当中呢，简单来讲就是加入
这款的暗示的这个仪式啦。所以我今日若是要抽的人，我就是骨头卖嫌伊就对。对，是哦，我就规只手就对啦。哦，当然是有这款的方礼俗就对啦，哈，礼俗啦，哈，啊，所以查某若看到安尼真哦，我伊规骨头拢会到哟，就知影讲查甫这边的伊的用意。哦，是啊，用意啊，就讲。到时你也要甲伊回想讲有啊，阮当然是阮有照约束啊，如果阮这个骨头吼，阮有会到呀，就早就甲你拼好啊，对啦，甲你讲好啊呢。所以到时候你看吼，以前的人真的就老实个就有信用的吼，安尼伊就是一个就确定啊，因为那种见证嘛。你即马会甲你讲，因为男方有亲戚朋友会参加嘛，女方嘛有亲戚朋友啊，啊，大家拢伫现场咧见证啊，所以真正就人话爱照拼照行。对，即卖人会甲你讲，我不甲你无签契约啊。对哦，所以现代人甲以前的人真诶，以前的人真重这个信用吼。这甲以前吼，因为吼一般拢无读册啊，所以吼伊要拍契约嘛偏拍啦，吼啊，所以吼我都用公证的对啦。对，哦，这就是公证，你袂当乱就对啦。对啦，到时要拍官司的时候有足侪人啊，有足侪人会当证明啊。连骨头拢会对啊！对啊，不过先生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去只猪甲迄个猪骹腿有啊，你讲迄个猪腿啊，嘛无一定是母的啊，是安那是猪无水。迄主要是要强调这个下骨头，表示讲啊，最后这是属于阮下就对啦。哦，这甲猪无水，就是讲意思讲你以后你慢慢抽。袂使敢抽猪母水就对啦，用囡仔生拢关系啦，拢关系就对啦。我是讲当然是有这个暗示的这个仪式啦。你捌听过吼？唔捌。咱是不是倒来咱的原本的地方对不对？这猪母水吼，当然有真侪讲法，其中有两个较直接讲的，就是讲吼，这个早期传统的农村的社会的风俗啦，讲这个农家吼。伊家己吼有猪母，啊甚至讲几啊只猪母，伊照顾袂起，啊是讲吼伊的厝边，啊是伊的亲戚朋友讲啊，恁那只猪母一只来互阮，安尼讲，因为以前哦饲猪母吼，较会当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啦，才会当生团对吧？较会当生团生猪仔囝，所以一般拢会饲猪母啦，饲猪母，啊所以农家吼。就甲这个主人，就甲这个猪母吼提供互外人，这外人有可能是善家人啦，还是讲一个做事人，伊为着要加一个收入，互鸟饲嘛。但是呢，等到这猪母生猪仔囝的时阵，你敢捌看过猪母生猪仔囝？我是捌看过吼，迄一批吼是拢生几啊只的哦，吼，7、8只、几10只的拢有哦，啊，所以等到猪母生猪仔囝的时阵吼。就爱甲其中的部分的猪仔囝，送互原本提供互你猪母这个主人，当做回报 feedback。哦，是，这安尼叫做等于讲叫抽猪母水。我讲，现在有猪母水这个名称啦，名称，而且后来真哦，这个做法吼，就用伫这个人的婚姻啦，啊，咱是讲原本的这个，现在有这个猪母水由来吼，安尼吼。这就是讲一般是安尼讲，就讲吼，你所生的物件，就讲等讲我产北你，你若修行的时候，你至少爱拿2斗米、3斗米吼，而且阮兜就捌安尼吼，就讲吼，阮兜尾仔时候，因为是大人吼，年纪老迈啊，这个老母呢也较无法度去做事，就别人做，别人做的时阵吼。就讲莫帮我拍落啊啦，但是人对方吼嘛真客气，若修成了时候拢会赶2斗米啊、3斗米来阮兜安尼吼，等于讲家己答谢啦吼，家己答谢，这共款啦，就讲我猪母阮下我互你饲，饲了先，互你生猪仔囝，你要生10只，你嘛按2只互阮安尼。听讲抽。我当时感觉以前的人吼，以前迄个岁月是就美好的，就是这款人性部分吼。系啊，无我生来在即嘛讲，我逐只拢是会当卖钱的啊。吼我分你一只，我就减一个收入啊。不过去到遐人算讲安尼，甲饲甲大汉迄开始我相信迄个出发点拢毋是要你迄个猪母水回来啦吼，应该拢有一寡好心啦。譬如讲，伊就较无法度吼，互伊去饲，
这哈，听人讲的是哈，这就变成一个风俗中爱照拼照行啦，照拼照行哈，就讲这上面是一个礼数，你都猪母提供给我哈，我当然我生这济，我都用一个啊，吼，一只两只咧，互你，甲你迄个回报一个，对，当时我要互你先。当时可能嘛有讲好了对啦，有讲好安尼嘿，其实你若要讲这个人参味我讲台湾传统社会，介有人参味就是烧棒盘。烧棒盘，我捌听过烧棒盘，现在烧棒盘，你唔知哈？上有人参味，这上介有人参味的，烧棒盘。是哦，烧棒盘这刚才主题无啥关系，我简单讲一下好，你看你真有兴趣要看哈。真的，烧棒盘是台湾的传统社会介有人参味的。什么烧棒盘？因为以前的人拢比较较善食吼，比较经济较无遐好。所以但是拢靠农嘛吼，农的时候拢需要做一个栏杆嘛。所以譬如讲，阮兜啊，即开的这猪啊，要挂，要挂猪啊，但是吼，这挂猪啊是拢通常爱一工就爱甲这区田吼，爱甲收成好了啊。但是阮无遐啊济骹手啊，无遐济栏杆啊，所以厝边头尾就来斗骹手，是厝边头尾会斗骹手，主人家呢，家家呐，家家以前啊提供一下点心。是讲是食得来好食一豆安尼，就讲吼食一便，用讲话来讲食便当就对啦，食一豆安尼煮一个，这个也是讲吼用这个凉水，也是比如一般拢讲绿豆汤啦，阮就讲绿豆汤吼，中食一点心，家家呢佮食一豆安尼，无咧。付薪水的啦，无咧付工资的啦，讲吼，照劳基法啦吼，一点钟爱138块偌济，我袂记得哈。那对啊，你啥意思无吼？就讲好，今日全部拢收成好啊，就这样导演嘛哈。明日换恁兜要收成的时阵，我嘛是派骹手去甲你斗关金股后去甲你斗骹斗手，这是烧棒盘，安尼叫做咱来起来讲叫做烧棒盘。棒盘了对啊，烧棒盘。对。安尼有迄个无？有认真味无？有了解啊。这完全咯，无咧付薪水的吼。叫我食一下凉，食一下豆安尼。安尼。这对真正我感觉农村社会、传统社会，我感觉介有认真味的。介水的部分吼。拢唔免讲，我顶一边有派人讲去，你若无来安尼吼。唔免啦。唔免啦，你若会多合会拄好。你若会拄好的时阵你就来斗用安尼。大家互相。对。这就是我之前嘛捌访问一个客家人，伊甲我讲，这因客话叫交工啦。交换工人，迄个交工啊，所以跟咱台语的烧棒盘是同款的。对啊，头这意思。所以你看以前都遮尔伫台湾这土地都遮美好的代志。人家讲因为无够人工嘛，逐个拢有好处嘛，逐个拢有好处嘛，是不是呢？是，水。所以你咧讲这个人参味，这个咱刷人家去吼。是。可能若时间未拄的时阵，后边还佫来讲这抽猪母水。无错，因为我咧搞老师胃口啊。是非常多谢你今日收听，我是当牛，我是阿静，咱后回阿静先来获得再会。